你的词内底对应词内底，你有迄动物伫内底。一定要有动物啊。当然，哇，跟动物关系这个难啊哦。我说凶巴巴，我讲好爸母。那就对了嘛。是安尼哦。对啊，不个性啊。是啊，好大啊。我说心胸狭窄，我就简单呢，就简单，就简讲鸡单。长鸟啊多。好。我说风流好色，我讲小弟哥。我说阴险，就是好。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大家一定话，互咱少年人赶紧来做阿爸。欢迎。感谢大家热烈的拍声支持，欢迎咱全世界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高气质的公共电视台上高好看的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我是你的好主编彭恰恰，在大家的请安，跟你问好。今仔日你感觉现场的这个灯火色无啥共款，充满着文学的气息。所以今日节目一定非常的精彩。在节目当中，会使学到真济新的词、新的歌、新的物件。当然，爱先介绍咱的大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一生功名在掌中。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非常漂亮的词，一生是功名，一生功名在江中，哇，江中，江中，秋江的中。哇，厉害厉害。今日坐车你袂错错吗？袂啦，我较本身笑的啦，因为今日来宾是我的师傅，我足尊重伊的。对，哇，真的，因为我即马后来会晓写歌，尤其是写咱台语歌，拢是听伊的歌，靠机会。哟，对。伊算讲近期的台语歌坛内底吼，写词写了算讲，我会用讲伊是无啦，伊若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名。是啊，所以碰哥你无发现嘛？我伫咧节目中，我定定唱这位大师的歌。因为这位大师的歌版权较无问题。莫安尼讲啦，无啦。我介意伊的歌啦，对啦，拢定听。你介意呢？我若是查某，我都想要嫁。真的。碰哥，你安尼，你嘛你嘛考虑人的想法咧。我会使讲话啊？袂，太凶啊！袂，这大家拄仔拢咧讲你呢。是啊，哎呦，无啦，我先拍一个招呼，碰哥你好，李老师好，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哈，咱拢共团的嘛。今日小个改变。讲假呢，互我足歹势。袂，安尼啦，你今日你有带你的算你学生，文教讲学生啦，阮算拢是共公司啊。安尼吼，无你是你来介绍安尼吼。这位无简单，无简单，这位有做布地语世家啦吼，因这厝内布地语，那讲到因爸爸吼。可能全台湾省无人知，无人唔知啊，无人唔知。伊莫紧张，全台湾无人唔知啦，无人唔捌，嘿，无人唔捌啦。黄俊雄大师，啥物？下查某囝，哇！因妈妈什么人你知道？西京，嘿。哎，红姨，红姨来欢迎。李老师好，大家同学大家好。无，阮着拢共公司啊，哎呀，阮拢做音乐、做唱片、做伙。伊头家啦。无啦，伊红姨吼，伊本身伊词嘛足好写，伊即摆写歌啊，已经拢出师啊，
哦，拢唔免我迄落啊，我拢爱去甲学啊。无呀，唔真是台语的敢。方面哦，我嘛是爱甲请教。是是这个方面算伊嘛比我较专家。不咧，因爸算讲伫咱台湾有相当的地位咧，算国宝的国宝中的国宝啦。古早因爸创下偌济纪录的，恁爸害台湾的经济用要无法度变身呢？真的吗？唔真诶，你这做的时阵，大家无咧做工课啊，拢无咧做工啊，无咧读书啊，就大家咧看你的布地啊，对吧？这是恁爸对台湾的贡献真大。诶，恁兜布地做偌久啊？为阿祖的时代，甲今嘛应该有超过150年有啊。 150年。这个黄海带是恁阿公，阿公嘿，阿祖是，阿祖是黄马，就是搁较早的。对，更加早，对清朝时代的人。阮从的为黄俊雄遐开始学布地开始，回忆未忘杀戮刀，往事情仇太如何？见写乌死无限分，宿兴夜味王道路。哎呦，来，阮国小拢看这呢，而且吼，讲实在，台湾地区咧学台语吼，足侪拢是受黄俊雄大师的影响。所以黄俊雄大师嘛，伊早伫教育部颁奖典礼有得奖，推动本土语言有功的人员。真的。最近迄个兄弟啊嘛，拢开始成立这个班嘛哦。对啊，对啊。黄文，黄文章、黄文德，啊个黄立功。黄立功，个人，对啊。你讲我知你讲你小弟啊。哇，我花落迄个吴立讲足久的啊，伊够好笑的啦，唱一个迄个希特勒一配啊，对。我唔知啊，一段迄个太好笑哦，迄个了。够好笑，唱到变去，阮唱几年的，唱到第二年搁咧笑，哇，恁兜算足厉害的。没有。哎，拄啊老师念迄段迄啥个词，你敢知？迄是苏彦文的出场诗。所以咪出场诗啊。是。哇，啊你使念一段我听听看，我毋捌听过念过。共款这段吗？无要紧啊，看有啥无共款的气味。好，回忆未忘杀戮刀，哎呦，往事情仇太如何？哎呦，今写乌死无限分，哇哦！宿兴夜味王道路。哎呀，拍过嘞啊！哦，我起价配啊，哎呦，原来苏彦文是有海口腔的。恁兜遮济阵布地有吼？你上喜的对一阵？我上届应该嘛是苏彦文甲钟景林。总计毋是歹人。对，但是做有个性的啊。哦。嘿，苏彦文真正做缘投的吼。细汉看是感觉做因兜的啊。你要看过本人无？到底因兜？逐工拢有看到。我讲，好迄个名呢有够厉害，苏彦文，你看这个名就敢若死共款的吼。好，来，哎，报第二个，但是过一段落要来考验大家台语的程度。我感觉台语这两个拢无问题啦。我有问题啦，有问题啊，这调调，对啦有问题啊，有问题。这个性，咱人的个性内底，甲你的迄个话甲动物有关系。啊，动物有关系。对，相对，比如讲，我讲歪喙鸡，歪喙鸡，我讲挑食，挑食，你就会讲，我等下讲歪喙鸡，哦对吧？对吧？我就是讲迄个艺术，对，但你的词内底对应词内底，你有迄动物伫内底。一定要有动物啊。当然，跟哇，动物有关系。这个难啊哦。困难，就难。预备，来，老师卡了起来。我说凶巴巴，我讲好爸母，安就对啊，我是安尼哦。对啊，不个性啊，是啊，好大啊哦，好有吼，个性。好来，我说固执啊，是啊，哦是啊，我说固执啊，袂死啦。我讲你这只牛。牛啊，牛，较较北京嘛是牛。老师安尼通无？因为你无要改啊，袂变啊。固执，固执啊。看个北京嘛是牛，哇，对啊真难的。安尼会使啦吼，安尼会使啦吼。哦，带来搞到沙缸。来，我说心胸狭窄，我足简单呢，足简单，足简讲鸡啊单。长鸟啊多。我是点咧用嘛吼。哦，这真正伤一个呢。
免看一边啦，对来讲个小可直接。我说胆小，胆小，我讲，鸟出啊蛋，对咩？你要出个大字。我说阴险，影响这是叫吼，就是吼，先好就以后。阴险哦，会当注意拢做参考啦。阴天狗，教人袂好。哎呦，阴阴天天，教人3寸深。阴天，阴天哦，嘿，阴天狗，教人袂好。是遮整理，啊，阴天哦，阴今天没来写，天就是咱的毒药，饮鸩止渴，这个毒药嘛。哦对对对，饮鸩止渴哈。阴阴天天，教人3寸深。哦，那是鸟啊吗？天是毒药。毒药药，啊，用毒药来形容迄个个性，咱主题是要讲个性。阴阴天天，教人3寸深，就是讲狗啊。高啊，嘿，狗仔有时候会肥，会铁袂加。对会对对对，肥的人哦袂尴尬，不过你若注意无张无滴，紧咬落去，迄叫阴天狗，教人袂好。哎阴天狗，家人袂好。教人袂好。我说阴险呐，我讲阴天狗，家人袂好。好。我说风流好色啊，我讲小弟哥，哎，小迪哥，这就简单的哈。来，我说小题大做哇，，小小题大题大做，对不对？困难哦。这是困难的啦。鸟鼠啊，康变安公门，这有讲过哦，这有讲过哦。伊蹦康，鸟鼠啊，康变伊蹦康。弯弓门，弯弓门，弯弓门。哇，你要车刚变弯弓门，其实也无什么大的，就是一刚刚见来，你要讲我这大的。我说小题大做啊，我讲鸟鼠啊，康变安公门。所以来，我说夸大不实，我讲孔雀安怎无对不？空丘，不是孔雀吗？不是孔雀，啊，可能是什么鸟啊？款，空我唔知。我咧夸大不实，你一直有你教下去。空丘，啊，你唔是鸟啊？哎，叫做一只山猫放卡水牛大，我唔知。一下十步到做迄嘛，一蹦甲水牛大，蹦甲水牛大你啥物细只？对。哦，你讲吼，我看你只啥物，哇，这大只，哇，惊死人咧！哦，记好哦。来2、3、4，我说仗势欺人呐。仗势欺人，哦，是跟狗仔有关系吗？唔知影咧。哎，可能跟好有关系哦。哎，狗仔借好威吼，狗啊借好威，狗啊借好狗威，仔伊意思要讲狐假虎威的款。哎，想要讲迄款。嘿，啊，卡达马赛饭官势安尼，哦，卡达卡这困达难哦马赛饭官势，因为迄是我今日大官后壁，啊，啊，大官坐伫马顶头，啊，尾仔啊，我咧马啊放屎嘛，我徛伫边啊，你是无张除啦，啊，卡达马赛饭官势，我是猫咪人，因共国的，你哦，对我较好咧，安尼。够亲的啊！卡打比赛，大师级的，台语小天龙当然出较亲的。我第一小天龙是吴廷辉，那是小王子啦，小王子伊家己学的啦，这真正正港的小天龙。卡打比赛本卡达瓜马赛安怎？本瓜赛，本瓜势，卡达马赛本瓜势。会记了哈哦。谢谢来老师哦。我说表里不一啊，表里不一。我讲迄个叫做爱有动物，爱有动物，爱有动物，爱有动物。吊羊头袂高吧？诶，挂羊头，挂羊头袂高挂羊头袂高吧？水的。我说善变易怒，我讲动物动物要个面紧饼，啊快病，较紧的紧饼，啊，羊羔面快饼啦，快病，咱顶下有讲过啦。个面快饼，嘿，羊羔面快饼，羊羔面快因为伊变，较细只羊仔挂落来皮啦，啊较轻，啊做好冰来冰最后去。冰来冰去，嘿啊，这真心鲜哦。那个个性用动物来的，来，我说装模作样啊，我讲毛毛鸡鸡大鸡，啊，哎呦，毛毛毛毛鸡鸡鸡大鸡，无毛鸡鸡大鸡，无米搁要老人客，无食搁鸡拍的。
哦安尼，哎呦，明明无个惊，有诶安尼吼，讲怪人讲骗啊，做样。所以会通吗？会通啊，会通啊加大加。是哦，是哦，是哦。哦，我说好管闲事啊，好管闲事，还有动物。拼拼。好鸟管百家，哎，水哦，是不是？好鸟管百家，是不是？啊，较简单的讲家婆啦，家婆啊，哦，家啊，虽然家是用家庭的讲，毋过伊个音会有拢会用变家婆安尼啦，嘿。哦。啊，就别人的代志管无够，佮管家己管无够，佮管别人来斗安尼啦。好鸟管百家哦，好里长爱管规通下的安尼，天下的安尼，甲管起来。第一摆听到好鸟管百家，来，搁考一条了哈。哇，莫甲恁爸闹开。我说忘恩负义啊！我讲低到精生，哎呦，低到精生，哦，这骂人就算真严重的话啊，啊。像迄骂着猪含狗呢。对啊，低到不如低个，本来迄就是咧讲敢若禽伊是规兽。关的啦嗯，猪啦、狗啦，啊，别项物件饲的物件，拢低到精生啦，啊，拢是人饲的啦。啊啊，结果我甲你饲，尾仔你佫竟然无好啊，对待我，忘阮陪伊啊。啊。你看，今仔日的问题真正有较困难，因为今仔日来宾水准无共款嘛，对，所以该困难。配合你呢？嘿，俗语讲了好。紧张，刺激，那三个元首人要见面咯。新的上山准备开始，扩招，看这摆势，我得出我的绝招，哎，三你人，输啦，输啦，你好，加油，祝福好。真好，真好，真好！哇，大家拢安尼就真认真咧拍拼咧练了。是啊，哦，那练了安怎连个啊？衫拢无，拢来你在练习啦。练了安怎？哦，再我来报告一下嗯。哦，自从我练这布袋戏哦，嗯我逐工咧练哦，我即摆咧整知影你来看，一秒整300几遍。哦，一秒整300几遍。嘿啊，哦，我即摆我若去食娃娃吼，哦，迄规间拢也业了，哦，迄好像要会使开一间啊呢。安尼水哦，水哦，你继续练落去哦。练到最了厉害。哇，来哇咧，哦，对啊，哦，这是3万啦，这是要互我的，提开，哎，谢谢啊。就去食娃娃。哦，那也好啊。人家呢，一秒1分钟3万几个，你看因某偌幸福。我还是讲主菜啦，是不对，是？嘿啦。到主菜。诶，啱啊，好是，你练了安怎？师傅，我甲你讲，我跟你讲，我真认真的练习，无互你闹开。即幕大家拢叫我马海女神龙啊！你个看，肉海女神了。肉海女神若有机会，你家己爬去迄个边仔顶，就真正肉海女神了。安尼袂歹，后盖有机会。你安尼练，你去足紧腰的吼。嘿啊，对啊，即摆搁足枵，我拄则食饱尔呢，才安尼好5分钟，5分钟正足枵的。来，这直接听。去买飞机票，嘿，坐去日本，迄个上等的料理，迄什么和牛，迄做你甲食，食好饱再搁转来，哦。像师傅。好，安尼好。迄个，喂，主任嘛，哦。看你安尼下当大家安尼面足欢喜，我看你面甲你是啥物，有啥物心事无拄好款哦。无啦，我咧想讲，这行搁要安尼继续做落嘛，因为我和阮查甫朋友冤家啊啦，啊伊就讲做这行的也无前途啊。做这道的，做这行的无前途，恁男朋友安尼讲，你毋是假人啊？我伊外口有男朋友啦。我先离婚才跟有男朋友。喂，毋是啊，哪会使咱乌背批评讲啥物做咱这行的无前途？我跟你讲，我嘛感觉袂使安尼啊。我绝对袂互你闹开。哦，来，这台，这是你安看这牌哦。哦，哦，黑色的对啦。这当做便当客啊呢。这台车开去，安尼哦无代志就开去老来，心情看较好无？还要上外吗？送你，大家上好。免客气。大
是呀，阮呀，命呀，为我食不能呀，嘛。那是调教的哦。淡薄仔会讲，你怎样？你叫我 A， 唔是使的，嘿，安那？使我跟你讲，嗯，听我最近吼，因拢一般的尔。哦，嘿，我最厉害，我即马研发出一个新的是什么新的境界。什么叫做研发？就是学习一个新的境界。研发啦，研发一个新的境界。真的。说来我听看觅。我跟你讲吼，布袋戏是布袋戏，但人是人。嗯哼。免怎你人布袋戏的时阵，敢若真的呢？只要甲布袋戏一个五零六合一，哦，这个五甲零，红啊，甲人的零结做伙。嘿，哦，安尼就会当有新的境界。看觅。我去下边人去，东家恁来啊，进来去啊！来到！哎呦，加油啊！哎，你这里怪怪迄的。布里这两旁你阁有成呢。甲别安尼。亮哥，你个你哪来？真咧搬布袋戏你唔知哦，我呢？自从加入这，我逐工偌认真呢。啊是哦，啊，你来这看？我来找阮女朋友啊，凤梨啊，系啊，阮哈尼啊，系啊，你女朋友？你来呀？我就想你哇，呢。所以我来啊。哦，我甲你讲，我调工旷课来，你知无？安尼哦。系啊，喂，课你几岁啊？你搁咧读册哦？你乜落地？哦，我甲你讲，我较大哦，一路来的路上哦，我经过一间鞋仔店，我看是啥物叫做一路来的路上？经过一间鞋仔店啊，嘿，是啥物叫一路来的路上？来的路上，一路上来的路上，你是要讲咩？我唔要讲。我要来的路诶，哦，我要来的路的经过一间鞋仔店，嘿啊，安就对了嘛。对嘛爱拍哦，对，看一间鞋仔店，看一双鞋仔够水的啦，讲全台湾哪一双尔啊？安尼哦我想要爱啊，有穿伫骹链一定足爽快的哦。喂，头道阮安那带去看迄双鞋吼，先甲我包起来。你要买我？是好，哦，够好的啦。这是当然的啊。你看即马天气啊，即马这个时阵挺好，你天想气好，逐工光到要死的天气好。袂啦，这个天气吼，你想，咱做伙看烟花，一定是浪漫的啦。浪漫吼对啊我想要去的。喂，迄个啥啊？明仔载吼，迄个要到日本的机票，甲我瞧一下，而且一定爱头等舱的哈。啊，还有迄间上高级的迄间饭店的总统套房，甲我订一间。哇，够好的，你对我够好的。使，安尼，你毋是讲恁查某囝有迄个你的命令讲袂使单元来？我为着伊安尼，我食菜食久，还嘛出家，我头拢剃安尼。你孝顺阮查囝就对了。无啦，一种心生啦，心生。去扣这个眼去配。对过，红梨，少年，阿伯，请教一下，你把解释一下你想。是，我是红梨的男朋友啊。嗯要讲较粗的啦，我就因开啊啦。你偌粗？歹势我照过你。你看起嘛粗。对啊，哎，迄落我讲咧，黄家千金大小姐，你嘛较差不多咧。恁老爸是我，是毋是？但是我姓骗，你哪姓黄，足奇怪。我嘛唔知啊。这不管，我较早艺名叫黄俊阳。我甲你千交代万交代，绝对袂用谈恋爱。像啊，逼一个唔对，逼一个查甫人出来，哇！你嘛真歹派呢吼！哇，啥物咧鞋啊，安尼贵什一箱就甲买落去，啥物日本机票明仔载啥物头顶就甲订落去，买过去啥物总统级的套房哈？爸，嗯，真闹叫啥？叫我啥？爸较，大声咧！爸，我送。安那？姐啊，这个要照你。哦，别说。讲。我讲真闹啥啦？这交男朋友是我的自由啊，谁哪我爱你管啊？哎。
对嘛啊，你讲我开钱，学袂开，你家己毋是共款？对嘛？开钱敢若开水，迄钱袂算哪毋是钱呢？我哪有？对。我头拄毋知迄像吼，你的师啊，面路的毋是开去啊吗？对啊，系啊。你家己毋是共款是安尼啊？哦。恁爸真正安尼哦？啊，这个时阵送一支就对啊，这支先互你。毋是，即摆讲的是因爸真正安尼呢，毋是讲我呢。阮爸是，小可无这夸张啦。你咧讲的是黄俊良啊？是。毋是讲我吼。因老爸真正安尼，看教会来3万提买衫，6万提买什么货，这车都开去，这栋厝互你。安尼我嘛要去遐。安尼我真正够欠男朋友无？来这头，真正是安尼嘛，干姐。感谢。对，是安尼嘛唔对。恁老爸哇，了这死查鬼啊哈！恁老爸即摆是我改我啊，甲你教时间，哇！你安尼应嘴应字安尼，我讲1分钟，你讲点外钟啊！你真正是你查囝，伊真正是做目的地价。搁有第二句俗语，请了。师，你毋是讲恁查某囝袂使谈恋爱吗？阮查囝袂使一趟袂偌济，袂英语，袂英语。阮查囝袂用的啊。不是啦，因查某囝 cannot 谈恋爱啦，谈恋爱。我呢行程伊遮久啊，我为着伊拢食菜，我搁嫌啊出街，你看拢安尼。你若笑是阮查囝，行程尔啦，扣，即马扣迄块硬去赔。阿爷，好来，你处理者。你照过？教练呢？请问，阿伯，请教者，你想？我红你的男朋友啊。简单讲推啊嘛。对啊，我就是因推啊，嘿。你较差不多咧。啊，我毋是讲过，袂用个谈恋爱，你即摆搞个是啥物？啊，哇！你这海派，啥物迄个贵鞋啊贵什么，头家哦鞋啊，甲订起要包价，我机票要去日本看樱花哦，啥物啊坐头顶的，啥物着去套房高级的算，啥物情形？啊，交男朋友是我的自由啊！啊爸，你谁哪要管啊？我现在免管，我黄俊阳呢？讲我学袂开钱，你家己毋是共款？迄开钱袂算哪咧开水，迄钱袂算哪毋是钱呢？你讲我黄俊阳呢？我偌好个，你敢知？我迄机人密码，今日是电话我了偌济，你知无？2亿算啥？对我来讲算啥？我黄俊阳呢？我生个你爸，你要加一个竞赛无？来这套，我即摆碰车车。你应嘴应字哈，我讲一句，你讲百外句，生甲你个查囝，你真正是吼拍铁啊做官，拍破多咧。拄则安尼，感觉第一句对会举手。我做目的。恁经第一句就是迄个做目的地价，做目的地价，你解说？做目的迄家是用目做嘛？目啊？哦，价是目做的。对啊，所以做目的地价，敢若家己关起来，关起来。你就是饲个查某囝，伊个家暴地，我真正对你举手着呢。家暴地，因为等下啊拍铁啊做官嘛，官就是好代志啊，做好的代志。你要去遐坐无？所以无可能是做官，是压地价。但是恁三拢经拍铁做官。啊来，请教大文老师来。头讲到海派啦吼，海派这较受华语词的影响，咱正讲台应该是拍手。拍手，这开钱做拍手的，啊，甚至有一句艺起来话啦吼，大某拍细姨，迄叫大出手，大的拍细汉的，大出手，嘿，出手拍细哈，大某拍细姨，做目的地价意思就是讲自作自受啦，因为你大到爬墙，小到趁样嘛。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啊，做老爸钱拢安尼开，啊，才拍手，跟你查某囝嘛对咧学。啊，另外哦，拍铁啊吼，做官，伊拍铁啊，逐工拢会晓安那。知影拍啦，所以做官拍铁，逐工加知影拍尔。咱咧教囡仔吼，有时伫啊，也着锤，也着卖。所以教囡仔时阵爱软硬兼施啦，毋通像爱拍铁做官吼，知影拍。严官府出高出，严爸母出阿里不达。所以若照头安尼有这种老爸出这种老母吼，应该是做目的地价。今仔日哦，
得到足济啊！哇，谢谢老师来拍一波啊！临时说文真出名，配合今仔日来宾哦，咱特别紧是收这个罗汉秀所写的布袋戏。这两字是一字啦吼。对啦，对，这两字一字。啊，这两字嘛是一字啦吼。对。马，这嘛是一字啦吼。马，安尼应该就知影哈。来有请两个我先甲咱念一遍来。我念一遍。是当然就。布袋戏，布袋戏，徛伫台仔顶。吼，走来搁走去，吼，一步两三里，吼。啊，这个恁兜是。伊则无啊，这个哦。无啦，吼，恁兜是要安怎去？先锋庙，先妈祖经，亲像恁厝边。相杀搁相拍，吼。过来。嘛无爱流血水，嘛袂流血，嘛袂流血水，嘛袂流血水，吼。唔免食饭，搁枵袂死。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意思。但是边啊有一位女性吼，一位小姐，敢若有意见，有意见，无麻烦你，好无？我试看卖。布袋戏，布袋戏，徛伫台仔顶，走来搁走去，一步两三里。恁兜是要安怎去？城隍庙、妈祖经，亲像恁厝边，烧台搁烧木，嘛袂流血水，毋免食饭，搁枵袂死。拍婆啊！老师啊，对，这句边啊，烧台。那叫红衣小姐是讲台，台吼，啊，这字个，因为作者伊是即个，毋过毋知是要烧拍还是要烧木，红衣头是讲烧木，你头木，烧台搁烧木，还是要烧台搁烧拍，啊若无共音就无共字啊。哦，所以咱即摆要甲读到，看你，看我，你决定就好。搁小看，会袂？烧台搁烧木，烧木好来，烧木较古锥哦，木来木去啊，木。走哦，对者哦，烧台搁烧木，好，安尼了解。伊是马是嘿马，啊，另外这妈祖经，经应该毋是自己经，应该都是经，是宫庙的宫字。哎呦你，这搞妈啦，祖经啦，经有无？经，迄个较早迄个片哦叫妈经，妈经伫位妈祖经来。所以这是走来走去，还是行来搁行去？布袋戏应该是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吼，行来搁行去一步两三里，安尼拢了解啦吼。好来，各位学员请起身。今仔日最后，咱来念一首布袋戏来做一个结束。来，预备，开始，嘿。布袋戏，布袋戏，徛伫台仔顶，行来搁行去，一步两三里。恁兜是要安怎去？城隍庙、妈祖经，亲像恁厝边，烧台搁烧木，嘛袂流血水，毋免食饭搁枵袂死。最后一句较济点了，预备。唔免食饭搁枵袂死。谢谢，感谢后回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恁咯。今仔真欢喜过来到咱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咱讲吼，第一届行行，第二届听听。今仔算我第二遍来哦，但是逐遍来拢无共款的这个进步，无共款的学习吼。今仔佫学着真侪字，啊嘛，这个来到这吼，无人敢讲家己是大师啊啦。来到这真正是交流吼，啊学习的好所在。大家爱认真收看咱画山画水画玲珑。今日真荣幸会当来到咱画山画水画玲珑这个节目我感觉这个节目真正是好看、好听，阁有好学。今日来遮学到真侪台语的讲法吼，就是咱平常较毋捌咧讲的。我感觉这个节目真趣味。